为着要拼2050净零碳排目标，中央推动能源转型。经济部按算月底要公布离化风电第3阶段第2期的选项规则草案，就款团呼吁政府嘛要求厂商对环境甲社会约束，才会当保护环境、保障渔民。 离化风力发电的工程施工的声音真大声，为着走向净零碳排，政府大力推动离化风力发电，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。但是离化风力发电工程会影响海中生物的生存环境，也会影响渔民掠鱼的工课。环保团体建议，在咧选工程厂商的时，也要把环境跟社会承诺列入评选。渔民一直处于听说要盖风场的阶段，让他们看到施工传来的时候才 惊讶的发现，哦，原来这里要盖风场。我们也应该去鼓励我们的厂商去做一点，也许海洋富裕啊，在地的地方创生啊，绿能教育啊，公民的参与啊，社会的沟通，其实都应该把它纳进来。经济部估计要29月底公布离化风电第3阶段第2期选项规则草案。环保团体19召开记者会提出意见，或者也以所积累的经验积累，要有机制回归当地社会，而且也要提供平台和大众评论。有一些community grant， 就它开始有一些基金，有一些可以回到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，居民参与或者是地方的 NGO 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，各地的 NGO 或者是个人其实都可以上这样子的平台，针对他们的这些风场提出他们的看法跟意见。 渔业共存，减轻影响。环保团体表示，能源转型过程当中，要落实公正转型，也就是每个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，拢要受到照顾。若是施工厂商通落实社会责任，参与民这寡利害关系人有交流，也通避免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事件。记者我们谢桂林台北报道。